11章，耶稣甲学生将军耶路撒冷到伯法其甲伯大尼，伫迦拿山迄位，耶稣就找2个学生，对因讲：恁去对面的乡舍，一个入去的时阵，的确看到一只驴放伫遐，是将来无人骑过，通透开牵来。若有人对恁讲，为什么做这个事，恁就讲主要用的，迄个人连边互恁牵来。因去了，就看见一只驴放伫门外街路顶，就将伊透开。伫遐徛地的人有几个讲：恁偷驴做什么？学生照耶稣所讲的回答，遐个人就出在因牵去了。因将驴牵到耶稣遐，将家己的衫铺伫顶面，耶稣就徛上。有真侪人将衫铺伫路顶，也有人将田间的树枝抄落来，铺伫路顶。前行后地的人，拢喊着讲：好山那，奉主名来的是应该着学落的。迄个特别来的，我的祖大卫的国，是应该着学落的。高高在上，好山那。耶稣入耶路撒冷，入圣殿，周围看逐项的物件，天色已经暗，就甲12个学生出城去伯大尼。第2日，因对伯大尼出来，耶稣枵了，远远会看见一丛无花果树，树顶有叶，就去迄位。或者伫树顶通找着什么，到树骹竟然找袂着什么，不过有叶，因为毋是收无花果的时阵。耶稣就对树讲：对担以后，永无人食你的果子。伊的学生也听见了。因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进入圣殿，赶出殿内做买卖的人，杀倒换银钱的人的道，甲卖钱仔的人的意，也毋准人提器具对殿内经过。就假使因讲，圣经顶毋是记着讲，我的殿的确称作万国基督的殿吗？恁反转互伊诚侪插手。祭司长甲文士听见这个话，就想法度要誅灭耶稣，却又惊伊，因为众人拢希奇伊的教示。逐日下昏，耶稣就出城去。早起，因对遐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拢孤达啦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，就对伊讲：列比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孤达。耶稣因讲：恁着信服上帝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无论什么人对这座山讲，你甩开这个所在，歇伫海呢，伊若心内无犹豫，只信伊所讲的的确诚，就的确甲伊诚。所以我甲恁讲，凡若恁祷告祈求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，就的确得着。恁徛伫祈祷的时阵，若想起有人得罪恁，就着饶恕伊，通互恁伫天顶的爸也饶恕恁的过犯。恁若无饶恕人，恁伫天顶的爸
也无饶恕恁的过犯。因搁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伫殿内行过的时阵，祭司长甲文士长老进前来，问伊讲：你靠什么权柄做这的事？互你这个权柄的是一罪？耶稣对因讲：我要问恁一句话，恁应我就甲恁讲，我靠什么权柄做这的事？因彼此议论讲：咱若讲对天顶来的，伊的确讲，安尼恁为什么毋信伊呢？若讲对人间来的，却又惊百姓，因为众人真掠约翰做先知。对安尼，因耶稣讲：阮毋知。耶稣讲：我也毋甲恁讲，我靠什么权柄做这的事？